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创世纪48章15节到22节，启示录14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感恩之祭。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，这个日子也成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起纪念的感恩节。但在美国，这个日子其实是相当受到争议的日子。人权主义者反对过这个感恩节，因为呢，美国白人政府后来对原住民，就是所谓的印第安人，非常的不友善，不但歧视，更有灭绝的一些行动。人权主义者认为，美国纪念这个感恩节呢，有一种假冒伪善的作为，与北美原住民所受到的待遇相比，实在是违背的。但尽管如此，在感恩节的这一天，仍然是美国国内班机最繁忙的一个旺季。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将这个礼拜的节期当成如同台湾的年夜饭一样，他们都要与家人团聚，或者自己烤，或者买这烤火鸡跟家人同聚。牧师相信这个家庭团聚的意义胜过前面所述的一些争议，值得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恩典。那事实上，牧师认为感恩节家庭团聚的习俗很像犹太人逾越节的晚餐，与家人一起度过，并且许多白人家庭都会接待出外的留学生或是朋友到家里一起聚餐。出埃及记的记载谈到了逾越节晚餐，说到若是家里的人数太少，可以邀请邻舍一起度过这个逾越节。逾越节的恩典是那一只这个代罪羔羊，它的血被抹在门楣啊、门框啊，它的肉就变成逾越节晚上这个晚餐桌上的菜肴，这形成了圣餐的典范。就如同保罗在对这个圣餐的教导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因为主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肉，为你们牺牲的。这个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”约瑟的故事的当中，我们看到约瑟成了那一只的代罪羔羊，因为哥哥们的嫉妒，让他成为一个被出卖、被奴隶，但上帝却是计划用他的来作为拯救以色列人的工具。正如同那一只代罪羔羊成了上帝救赎的记号。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创世纪48章15节到16节中，雅各的话看到，他先感谢上帝过去的救赎之恩，他祝福约瑟说：“愿我祖先亚伯拉罕和以撒所敬拜的上帝赐福给这2个儿子。愿到今日一直领我的上帝赐福给他们。愿拯救我脱离一切灾难的天使祝福他们。愿我的名，我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说，借着他们继续传下去。愿他们多子多孙。”
在地上长盛。接续了，我们看到雅各他给他所爱的儿子约瑟家庭祝福，特别是为他们的2个儿子来祝福。圣经上记载说，约瑟看见父亲把右手放在以法莲头上，心里不高兴，于是他握住他父亲的右手，要把他从以法莲的头上移到玛拿西的头上。他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这样不对，这个才是长子，请把右手放在他头上。”但是他父亲拒绝说：“我儿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玛拿西的后代要成为大族，但是他弟弟要比他强大，弟弟的后代要成为昌盛的民族。”那一天，雅各给他们祝福，说：“以色列人要用你们的名字来祝福人，他们要说：愿上帝使你们像以法莲和玛拿西一样。”这样，雅各使以法莲列在玛拿西之先。后来，雅各对约瑟说：“你知道我快要死了，但是上帝一定与你们同在，带你们回到祖先的土地去。我把世界那肥沃的地区赐给你，不给你其他的兄弟，那是我亲自用剑用弓从亚摩利人手上夺过来的。”这是因为约瑟甘愿将自己献上给上帝使用，他没有埋怨，却将自己的生命当成了感恩之祭献给了上帝。因此他最后蒙受父亲雅各对儿子们的一个祝福。羔羊是圣经里面比喻为耶稣基督，上帝的救恩。这个是值得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。在启示录，约翰他也这样说道：“我再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，跟他一起的有144000人，他的额头上都写着他和他父亲的名字。我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来，好像大瀑布的吼声，也像雷轰。我所听见的这声音，又像竖琴师弹琴的声音。他们站在宝座和4个活物以及长老们前面，唱了一首新歌。这首歌只有从地上被救赎的144000人会唱。这些人都是没有亲近过女人的童男，羔羊走到哪里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他们是从人类中被救赎出来的，首先用来献给上帝的羔羊的。他们从不撒谎，也没有玷污。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着，他有永恒福音，要向世界各国家、各部落、各民族、说各种语言的人宣布。他大声说，要敬畏上帝，颂赞他的伟大，因为他审判人类的时候到了，倒塌了，大巴比伦倒塌了，他那淫荡的烈酒给万民喝。他那第3个天使跟着前面2个天使大声说：谁拜那兽和兽像，
在额头上或手上做了印记的，也得喝上帝的烈酒。这酒是未经冲淡，倒在他义分的杯中。他们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到烈火和硫磺的酷刑。那折磨他们的焰永远不停往上冒。那些拜那兽和兽像以及接受他名号的印记的，日夜不得安宁。代罪羔羊就是献在祭坛上面为人们赎罪，为要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捆绑的恩典。而世人若是要接受上帝所赐羔羊的救恩，就必须活出上帝的特质，要懂得感恩，要能够以圣洁的生命、公义的生命来跟随上帝。约翰说，他大声说，要敬畏上帝，颂赞他的伟大，因为他审判人类的时候到了，要敬佩那一位创造天地海和一切泉源的主。在感恩节的今天，我们要数算上帝的恩典，要敬拜上帝，要归荣耀给上帝，要赞美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交代我们凡事谢恩，要甘心乐意为所领受的救恩来献上感恩之祭。你数算了吗？我们领受了多少恩典？什么恩典？是否愿意献上感谢来归荣耀给上帝？盼望我们的感恩态度帮助我们成为启示录预言当中40万4千人这个蒙恩得救的人。诗篇100篇，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，要欢欢喜喜的敬拜他，要唱赞美诗歌，要在他面前要知道上主是上帝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牧养的羊群。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，要感谢他，颂赞他。上主至善，他的慈爱永恒，他的信实万代长存。感谢上帝的宏恩，让我们在一年当中得到你满满的恩典。我们不但要在感恩节这一天献上感谢，更要在每一天的生活来数算主你的救恩，献上感谢。我们为教会在开始预备建堂期间所领受一切的恩典献上感谢。愿主你继续彰显慈爱怜悯，感谢上帝保守于节，让他透过一生的处置得以恢复顺利，更在上帝医治的恩典之下活出神迹的生命。也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医治他，使他快快的复原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